喝口水吧。姑姑，你去把女医治叫来。月儿，你可要想好了。想好什么？那女子说的若是谎话，倒也罢了，万一是真的，万一是真的，万一子熙还活着，岂不是天大的好事？芈月是姑姑亲手接生的，在楚宫，姑姑有几次救过我的性命，姑姑不会骗我，对吗？对。八子想问什么，就问吧。子歇，他没有死，他还活着，对吗？对。子歇他在咸阳，他在找我，你见过他，对吗？对。子歇他有书信给我，对吗？对。书信呢？奴婢烧了。你为什么要烧了？你是一个要做娘亲的人，你顾及的孩子，就顾不了自己，又如何顾及他人？子歇不是他人，他是我的前生前世，他是我的另外半条命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还活着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？八子恕罪。奴婢也是无奈。如今你在宫中深得大王的恩宠，现在又怀上了大王的孩子，你已身不由己。公子歇与你情分再深，都是昨夜星辰，也只能有缘无分，何苦再要纠葛一回？我在宫中种种，都是因为我以为子歇不在了。如今子歇千辛万苦来到咸阳，却被一堵宫墙挡住。我若知道子歇还在，刀山剑树都拦不住我去找他。
再来壶酒。好嘞，客官您稍等。公子可是黄歇？你认错人了，在下是黄倩。看来公子不信我。我为何要信你呢？不信我倒也罢了，只是公子万万不可离开咸阳。咱们俩素昧平生，你快快离去，别再纠缠我。让我走又有何难？只是公子走不得。公子歇这一走，那宫中思念你的人可就落空了。你说什么？公子不必诧异，芈月已经知道你在咸阳了。公子，该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大人，张子、张相来了。公子，哟，雍公子。张子，张子今日怎么得空来我雍府？人家都是金屋藏娇，你这儿反倒卧虎藏龙。我张仪再忙，不还得来关照一二？啊，张子要么不来，来了就拿我打趣。我雍府乃寻常之地，哪有龙虎可藏？你信不过我，还是真的眼拙。你曾告诉我，你有一个门客从楚国来的，是吧？楚国四方馆还记得吗？你说的可是公子倩？公子倩是何人？我只知道楚国的才子公子歇在府上已经住了许久了。公子歇？张子所说的公子歇，可是楚国大夫屈原的爱徒太子伴读黄歇？正是。我一直就怀疑他的来历，但怎么就没往黄歇那儿想呢？和加一个倩，可不就是歇吗？我怎么能被这障眼法给骗了呢？也不能怪公子疏于洞察。公子歇瞒你，必定有他的苦衷。张子的意思是说，他为了宫中的芈月。我不止一次的劝他离开咸阳，他执意不肯。可这几日，我见他去意已决。实不相瞒，我一直派人盯着他，就这几日情形不太对头，只怕知道公子身份的不止你我二人，很难瞒住一些人的耳目。更让我忧虑的是，要是一旦有人拿他和芈月做文章，谢张子提醒。哈，奴婢想，芈月若知道公子歇活着的音信，哪怕是触犯天条，她也定要去见他的。他们俩也是郎才女貌，缘分未尽。可万一大王知道了怎么办？大王如若知道了，那就是大王的事了。反正我从来都不知晓公子歇还活着，也不知道芈月与他有来往。往后就打算这么隐瞒下去？姑姑真是好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何来隐瞒？姑姑，我去睡一会儿，有事叫我。夫人，把我教你的那些话传到了吗？是。好，事到如今，下一步该怎么办呢？夫人，还不知道王后对此事的心意，是不是应该去那边探探口风？有道理。梅儿，你去把那个装桃仁的盒子拿过来。是。
上次公子荡打坏了木头小人儿，王后差人到处寻找，我这儿整整1沓的桃仁。这回可够公子荡玩一阵了，也好让王后知道我的良苦用心。姑姑一个人品茶，好消闲呢。王后午睡了，奴婢趁机松松骨头。这是给公子荡的一点心意，望姑姑替我转交。王后身边这几个人，就属你对公子最上心了。那是应当的。姑姑上次提起那黄歇之事，不知王后有何打算？王后跟芈月是亲姐妹，总是能袒护便袒护着。可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差池，大王的面子往哪儿放啊？是啊，王后顾及姐妹情谊，可这后宫又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大王的恩宠？依靠谁都不如依靠大王稳妥。大王最看重的就是身边的人对他一心一意、忠贞不二。可惜呀，王后曾叮嘱，此事万万不可走漏风声。别人若问起，王后也只能是毫不知情。对呀，那是当然的。姑姑，我想出宫一趟。你身子已经快能看出身孕了，出宫实在不便。何况以什么理由出宫？女医之说了，子歇总在那药店外的街头等他。女医之还说了，自从她拒绝给公子传信，并告诉他你怀有身孕后，就再也没在那儿见过公子了。反正子歇，我是一定要见的。你贸然出宫，就算不替自己着想，也该为肚子里的孩儿打算。八子，大王来了。大王，寡人说过了，你有身孕，见寡人不用多礼，摆来摆去，累着你。谢大王。这2日，寡人看你脸色不太好，可是觉得哪里不妥？整日在屋子里闷着，臣妾都快憋出病来了。都已经快做娘亲的人，还这般任性。大王知道臣妾的脾气，只喜欢天高云阔，受不得扁下局促。马是不能骑了，鞭子也不准用了。好吧，就算寡人让你出宫走走，街头巷尾闲人杂乱，你可想好要到哪里去了吗？要不，还是去四方馆散散心吧。那地方，你不是喜欢吗？谢大王。您的菜慢用。小耳朵来壶酒。好嘞。公子可否给我1钱？你这黄口小孩可是好笑啊！你我又不相识，我为何要给你1钱？可是刚刚那个人说，要我把话传给你，一定会给我1钱。那要看这话值不值这1钱。那个人说，2日后是15，有故人，故人约你未时在四方馆见面。你是说2日后和我相见？2日后四方馆，可值1钱。
去吧。多谢公子。离小公子出世还有几月，他自己的衣服该是都做全了。姑姑总说是小公子，万一是小公主呢？是个公主也好，像我们月儿一样聪慧俊俏，但在姑姑看来，那孩儿必定是个公子。姑姑这话没根据。怎会没根据？姑姑梦里头看到的，明明是个小公子，粉雕玉琢一般，在宫里跑来跑去，还跟我笑。月儿，这事儿实在拖不得的，无论为了谁，你都要早拿定主意才好。大王准我出宫了，我反倒是没了主意。子歇我是一定要见的，但见了，又能如何呢？你打算跟子歇走吗？若没有这个孩子，你无需问我。但如今有了他，昨日大王突然应准你出宫，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，觉得有些不对头。此事隐瞒着大王，让我如鲠在喉。大王待我情深意重，我若不跟子歇走，会悔恨终生。但若跟了子歇走，恐怕又会愧疚毕生。我是替你害怕，此事若大王不知晓，倒也罢了，不然怎能轻易放手？大王，他若是对我狠心，我倒是坦然。姑姑，慧儿这儿有个画谜，你能猜得出来吗？这上面只画了一群羊，别的什么都没有。你们从哪里来的这个东西？一群羊，没头没脑的。刚才我在交房店外面碰到一个面生的姑姑，她给的我这个画谜，说若是猜不出，可以请八子和姑姑帮忙，定能知道谜底。我和慧儿想了很久都不得要领，所以来找夫人和姑姑。我看看。这竹签很眼熟，好像是四方馆投注的竹签。四方馆，这群羊一定是有数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15只羊，羊通祥，有吉祥之意。对啊，这一定是给八子和胎儿祈福的画谜，三羊开泰嘛。不对啊，那画3只羊就够了，画那么多只羊干嘛？那就不是吉祥之意，就是时辰了。时辰，午马、未羊、申猴。15日未时。15日未时，做什么呢？四方馆投注的竹签。四方馆，说的是四方馆。据报，公孙衍呢，正在游说魏、赵、韩、燕、楚、齐6国君王合纵攻秦。公孙衍的口舌之功不可小觑，魏国就不要讲了，齐国也算是始作俑者。赵、韩2国历来与我大秦有领土之争，楚国因失汉中，对我大秦仍耿耿于怀，而那燕王本就是昏庸无能之人，少给点好处就跃跃欲试。楚王贪婪，见小利而忘大义。上次我们放了他的几10名将领，也算肯给他面子。
燕王行事一贯朝三暮四，患得患失，对付他们，寡人有办法。但眼下不仅他们，魏、赵、韩、齐四国也已成心腹之患。王兄说的是，先解决楚国和燕国的威胁，派我们在楚国的眼线给晋上送去厚礼，让他在楚王身边放出些手段，再去信给孟莹，让他伺机而动，助母国一臂之力。臣弟就去办。公孙衍，寡人没有看错你，一怒而诸侯惧。臣弟担忧的正是这个。公孙衍掀起的风浪足以惊动天下。诸国如果受了公孙衍的蛊惑，将会对我大秦形成围攻之势。臣弟打算去一趟函谷关，巡查那里的关防。若是诸国攻打我们，定会从那里开始。大王，芈八子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那臣弟告退了。好。拜见大王。寡人说过，你有孕在身，见我就免礼了。坐吧。谢大王。公孙衍对寡人和大秦怨恨难消，正游走于六国当中，打算联合诸国攻打大秦。那不是要面临一场恶战？我大秦自建国以来，都是从战火中走出来的。寡人的父兄们不畏战，寡人又何尝畏战？可是猛虎不敌群狼，秦国眼下会不会寡不敌众？好在诸国君王从来都是各有算盘。公孙衍即使说服各诸侯同意出兵，但调动协调各国兵马粮草，也非易事。大王这是在找什么？有张齐国地图，不知放到哪里去了。臣妾帮大王找。自你有孕，很少到承明殿来。寡人的书简奏章文书无人整理，乱得很。手边的东西，转眼就不见了。臣妾失职。也怪不得你。此刻你腹中的孩儿比寡人重要。等寡人的孩儿落地，你再来承明殿给寡人整理书简文书。大王，臣妾有一事要禀报。说吧。明日臣妾想出宫一趟。寡人已准许你出宫，只是切勿莽撞，要记得照顾好自己和寡人的孩儿。臣妾出宫是要见一故人。爱贤念旧是人之常情，早去早归。可臣妾……好了，已经很晚了，寡人还有政务要办，早些回去休息。臣妾告退。
怎么样？夫人，我打听到了，芈月那边已经向永孝令要了明日出宫的车，说是要去四方馆。好啊，终于让我抓到了把柄。你芈月胆大包天，竟敢出宫私会情人！哼！走，美儿，跟我去见王后。是。王后，孟昭氏来了。她来干什么？那奴婢回了她。不用，让她进来吧。是。拜见王后。免礼。妹妹这么晚来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王后可知道芈月明日要出宫？我虽然不知，但我想她要出宫，自有她的道理吧。芈月身为宫眷，怀着身孕，竟然敢出宫，简直反了她了。芈月能出宫，定是得了大王的准许。我乏了，想歇息了。有什么话明日再说吧。王后，王后，走。好在衣裳肥大，倒也看不出什么。到那种男人成堆的地方去，还要见一个死而复生的人，我这心还没出门就开始跳得厉害。姑姑不用担心，一切有月儿担当。走吧。王后，芈月真的出宫去了，她一定去见皇协了。我们要是即刻去向大王出手，还来得及。不能向大王走漏任何风声。王后，机不可失。我说过了，这件事情我不能做。毕竟我们有过姐妹情分。王后心肠太软，不要再说了。可万一芈月和皇协一去不复返，怎么办？这不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吗？万一大王知道了，这也正是我担心的。昨夜孟昭氏来，虽然她言语中藏头藏尾的，但给我提了个醒：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姑姑，你一定要替我记住，我芈姝对此事从头至尾毫不知情，所以帮不了谁。是。大道为根，自然为武，天地为师，天性为尊，大真为本。你们道德家所谓的情绪无为、清静自守、依附而事、心静不为，实际上就是求于无用、居于下构、消极避世，其实就是无用。我兵家讲究用兵之权，当主张士家以战加战，才乃治兵之将，民之司命，国家安危之主也。家事奉取，何以乐民之乐？民亦乐其乐，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乐以天下，忧以天下，然而不忘者，谓之有也。一家才是爱国之本。道德家所教，实属于
魏国承诺筹集8万兵力人马，韩国答应出兵5万。韩王一向信口开河，答应出兵5万，能来2万就不错了。楚离子已经去了函谷关，大战前的筹备进行得越早越好。夫人，这是？麻烦大监帮我通报，我要见大王。大王正在和众臣商议国事，臣妾可是有要事要禀报，要是耽搁了，恐怕大监也担不起干系。这可不好办。大监，我真的有要事要禀报，大监请您行行好吧？啊，夫人，我已经告诉你了，大王正在商议国事。10万火急，要是晚了就来不及了。不行，夫人，还是请回吧。我有要事要见大王，我有急事要见大王，我要见大王，让我见大王。谁在外面喧哗？回大王，是孟昭氏，说是有要紧事向大王禀报。让他进来。是。大王，臣等告退。都别走。拜见大王。免礼。大王，臣妾有一要紧事，不得不冒死禀报。说。说呀。芈八子她今日出宫了。今日是15，四方馆辩论之日，寡人准许她出宫的。大王，芈月怀有身孕，连向王后请安都免了。几场测试辩论而已，重要到她非去不可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臣妾刚刚接到消息，说是那楚国黄歇未死，隐姓埋名藏在咸阳。你是如何得知的？那是臣妾的婢子梅儿在街头亲眼看见的。芈月今日出宫，定是与黄歇私会。一派胡言！大王若是不信，可以派人去四方馆搜捕，芈月和黄歇一定在那儿。四方馆是我大秦招贤纳才之处，黄歇如果没死，进出四方馆乃是常理之事。芈月更是得到寡人准许才出宫。你既然出手，想让寡人相信，就该拿出他们私相授受的人证物证。臣妾也只是听说和猜测，所以一时情急。你若没有凭证，谁给你的胆量来搅扰寡人的国事公务？你一个妇道人家，王后的应试，不在后宫好好协助王后打理事务，却跑到宣食殿来捕风捉影，信口雌黄。大王明察，臣妾虽然是道听途说，但是一片真心维护宫规和大王的。寡人如此不堪，竟要靠你来维护。不知道王后是如何管教她身边的人的，一个个蠢不可及。你还不即刻给寡人滚出去！臣妾该死，臣妾真的知罪了。臣妾此刻就回宫反躬自省，面壁思过。你这般黑手憔悴，一定吃了很多苦。只要能见到你，种种的周折都不算苦。我亲眼见到你与那一群人拼命坠入悬崖，我真是恨死你了。只要能保你周全，我子歇宁可再死一回。
见你飞命山崖，已经让我生不如死。你说你还要再死一回？子歇不死了，子歇舍不下月儿。说来说去，是月儿辜负了子歇。不，怪我来迟。你死而复生，我为你高兴。如今世上的人都以为我死了。不，你一直在我心里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言书，却剩得一缕孤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你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入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。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，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你死而复生，我为你高兴。如今世上的人都以为我死了。不，你一直在我心里。这次来到咸阳，我才知道，若是当年我真的摔死在崖下，或者永远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也许会更好些。别这样说，你若真的因为挫折困顿而放弃了当年的志向，就不是我喜欢的那个子歇了。可是那个子歇，是因为有了月儿，才是子歇。
从小到大，我只给你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。说到烦恼，的确不少。若不是当年你在膳房里偷糕，若不是你把树上的果子打下来，若不是你手把着手传授我用鞭子，我黄歇怎知道天下有如此好的女子？子歇愿意天天陪着月儿，月儿就是我日日的盼头。别说了，月儿一生都是签字学的。不哭了，你我之间若要是说欠字，就少了情分了。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我已打定了主意，明日申时离开咸阳。你是否愿意跟我一起走？你要走，还这么着急？魏后一死，如今楚国也无人追究我逃婚之罪名。屈子前日派人送来了书信，望我归楚。你跟我一块儿走吧。我知道你已经有了身孕，但你若跟我走，我愿以性命保你们母子一世周全。这次虽然没有黄鸟，没有枣树，但我仍会雇好一辆车，在城外等你。可月儿已不是原来的那个月儿了。在我眼里，月儿永远是那个月儿。答应我，你会来。答应我，你会来，月儿。说，你一定会来。告诉我，一定会来。大王，已是酉时了，您还没吃一口东西呢，给您传膳吧。寡人不饿。下去吧。是。这么说，芈月真的要走了？奴婢派珍珠假作过去送东西，只见那边两个小丫头欢天喜地，说芈月今日从外头回来，样子古怪，不是年节的，却赏了他们俩人不少东西，让他们俩以为芈月在外边捡了宝呢。这不是明摆着要散伙打发人吗？芈月这一走，只怕我们今生今世都难再见了。走了这个霸星，王后在宫里也能睡个安稳觉了。姑姑嘴里唠叨着霸星这些年，我不信，都快被你说信了。威后对奴婢恩重如山，没了芈月，奴婢答应威后的事情总算有了了结。唉，要不是怕芈月多心，
我真该去他那里看一看，也算是送他一程。王后歇息吧。香儿和慧儿都已经被我打发出去了，我们若是真要走，现在必须上路了。昨日子歇，他和我说了许多，但有一人，他从头至尾就没有提及。我能猜到，他为何不提他？他若提起大王，只怕你不会答应跟他走。是啊，我心里放不下，我不可能不想到大王。想到大王，我就拿不动这包袱，走不动路。事到如今，你顾不上两头了。是，姑姑说的对。怎么了，月儿？孩子，孩子在动，他在动。快坐下歇歇。我从没有过这样的感觉，我实实在在感觉到他在动。孩子听见了。他是最有灵性的。我不可能不想到大王。有了这孩子，我怎么可能不想到孩子的父亲？月儿，月儿。月儿，我该怎么办？好了，月儿。哭下去，身子会坏了。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你的心意，我也知晓。无论怎样，我心里永远有一块地方是留给你的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
公子恕罪，大王已在郊外的十里亭备下了酒水，想与公子一叙。大王，黄歇到了。大王，黄公子，你我郢都一别数年，今日咸阳再会，实是令人欣喜。当初寡人曾劝说你到秦国来，你婉言拒绝了。如今你身在秦国，寡人若不尽地主之谊，就让你悄然离去，岂不有些遗憾？谢大王厚爱。寡人仅备薄酒一杯，略表心意。公子不远万里来到秦国，何必离去匆匆？我本是死里逃生之人，既然死过一回，对人世就有更多的留恋和亏欠。黄歇眼下有些许未尽之事，所以不得不离开秦国。想当年，公子少年才俊，与寡人在郢都驿馆畅谈天下，恍若昨日。如今能见故人，甚好。寡人承揽天下英才，公子何不留在秦国，与寡人共谋天下？我已离家乡多日，当早日返回家乡，与亲人团聚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求田问舍，其英雄所为。屈夫子在楚国召我返乡，弟子誓师，敬同于父，所以我应当在屈夫子门下侍奉，怎敢效法天下英雄？如此，当真可惜了。公子请。都这个时辰了，那边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王后，要不奴婢再让珍珠去打探一下，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姑姑不用去了，去也无用。王后此话何意？芈月，她不会走了。为什么不走？这个我也不知，但我猜想，她不会走。芈月没有道理不走啊！她跟黄歇情投意合，不是发誓要白头偕老吗？黄歇为了她弃官逃婚，她为了黄歇假意给王后当应试。黄歇为了救她险些丧命，她为了给黄歇报仇才进的秦宫。如今王后千方百计要成全，水到渠成，她怎么反而不走了？我也曾和姑姑想的一样，可惜岁月如斯，物是人非。这些年经历了这些事，就算黄歇还是过去的黄歇，芈月已经不是过去的芈月了，是我想错了。这么说，他想要的，已经不是他当初想要的东西，更不是他该得的东西。姑姑不要说了，这是命。我不认，我不认这个命。公子或许已经听说，诸国在公孙衍挑唆下，正准备联合伐秦。
楚国身为大国，应有自己的盘算，不该为他人所用。望公子能说服楚王，不要与秦国为敌。既是争霸天下，就要各显其能。黄歇回楚之后，不会故意与秦国为敌，但会更多的为楚国做打算。前次秦楚开战，令楚国丧失汉中600里，恐怕楚王此刻如鲠在喉。公子人品贵重，可惜不能为寡人所用。来，寡人敬公子一杯。大王请。公子再干一杯，下次碰面，无论是敌是友，均是缘分。能与大王一醉，黄歇何幸不知？这第3杯，祝公子一路顺风。大王，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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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丫头，大王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歇息呢？大王这里许久无人打理，芈月于心不忍。你这是何苦呢？寡人都已经说过，等你腹中的孩儿出世后，你再来成明殿，给寡人整理书简。可惜这孩儿和他娘亲一个秉性，性急起来万事顾不得。今日这孩儿在我肚子里踢打不停，想来是在宫中待得烦闷了，要我带他出来散散心。我带他过来，刚进了大殿，便立刻安稳了。寡人看看，这个孩子为什么到了成明殿就安稳了？因为成明殿输赢四壁，墨香四溢。看来是个喜好读书的孩子。记得寡人第一次遇上孩子娘亲的时候，却以为她是个只知晓用鞭子的野丫头，谁料竟与书斋有缘。好好的，怎么哭了？月儿没有哭，月儿只是心里头更清明了。你清明就好了。你该知道你在寡人心头的分量。寡人疼你，疼咱们的孩子。大王。
八子，嘿嘿，张子，久违了。八子，多日未见，这果实已经成熟了，啊！哈哈哈哈！大王唤我到成明殿议事，公事议完，办点私事，来看看你。张子是我一直想见又不得见的人，你若再不来看我，我就去见你了。张仪做什么不妥之事，让你如此惦记？是因为芈月有一事不明，存在心里许久，说出来后，望张子答疑解惑。单说无妨。张子可否告诉芈月，那日四方馆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四方馆？张子不要顾左右而言他。那日我和子歇都是被不知名的神秘之人约到四方馆去的。现在想想，那人不该是想要害我们。说起来，四方馆是最周全的地方，如此安排缜密，太像张子的手法了。这事你可冤枉张仪了。有人想做局，大王担心你们不知凶险，掉进其中。接下来的事，我张仪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。大王？要谢你就去谢大王嘛。难道大王知晓这一切？大王的眼睛无处不在，只是他情愿看到，还是不情愿看到？那大王不疑心芈月与子歇有私情？唉，大王当然知道你与公子歇两小无猜，情投意合，当然有私情。但是大王深信你已经是秦国的八子，而非楚国的公主了。那最后的结果证明，大王没看错你。谢张子帮芈月解开了这个心结。这心结是你自己解的，与在下无关。方才张子提到，说有人做局，这事有些蹊跷啊。做局的人藏匿很深，我想大王多半是因为揣摩不透对方的用意，所以把这事暂且放一放。这阵子大王特别忙，天还未亮就跟司马错和公子华一同出城去巡查军务了。这样看来，函谷关外的风声是日渐紧起来了。我们还是回去吧。恭送八子。王后，大监免礼。大王说，监管兵器制造的大公爷，叫工匠们研制出一批新的兵器。正好处理子也从函谷关回来了，要和他一起去看那些兵器。这几日，大王就住在宫外了，后宫的一切就交给王后。大王还说，宫中有王后主持，他很放心。知道了。那老奴就告退了。姑姑，好了吗？还要再熬一会儿。姑姑，女医治去哪儿了？怎么换了个姑姑？啊，听说女医治在咸阳街头被恶霸打劫，头上伤得厉害啊。王后那边
只好临时指派了艾姑姑来照料你。女医治伤得重吗？都被抢了些什么？据说是买草药的钱。秦国实行连坐之法，轻罪用重刑。那街头恶棍竟敢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智姑姑，这胆子也太大了。是啊。拜见八子。艾姑姑，我来吧。这是太医院开的补身药，八子还是趁热喝了，免得药性差了。姑姑看着好面熟。玉儿忘了，艾姑姑也是王后的陪嫁，跟咱们一起从楚国来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年艾姑姑还曾随着女医治到林园里来采过草药呢。可不是，在楚宫时，我和女医治走得最近，这次也是女医治向王后推荐我替她来照料八子的。这药的气味闻着好像和昨日的不同。这是太医令新开的药方。黎弥太医最近刚升了太医令，王后说八子临盆在即，特意嘱咐他勤来给八子请脉。唉，日日吃这些苦药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按日子算，还有1个月就要临产了，快了。魏夫人，妹妹，魏夫人有何事？妹妹本是天生丽质，可是今天细细看来，这面色可不太好，怕是气血有些亏吧？嗨，什么亏不亏的？还不是过一日混一日。妹妹可千万不能这么说，我们这波人呀，算是过气了。可妹妹那是春光正好啊，妹妹不心疼自己，姐姐还心疼你呢。哦，对了，姐姐那有一个极好的补血养颜秘方，不知道妹妹愿不愿意试一试啊？是吗？管用吗？秘方是先王后留给我的。当年先王后独自一人享用这秘方，那容颜似芙蓉出水，宫中的女子都妒忌死了。那若真如姐姐说的这样，那就先谢谢姐姐了。妹妹若是不嫌弃，去我宫里坐坐，容我把秘方给你找出来。是。这2日，这孩儿在我肚子里闹腾的厉害，让我整日都觉得心里慌慌的。说起来，日子还没到，八子也该小心着。啊，昨日八子执意要到园子里转转，是不是累着了呀？我哪有那么娇贵啊？八子的脉象不是太好，这2日就不要外出了。臣再给八子开几副药，艾姑姑见好以后，请八子早晚各服用1次。是。自从服用了9夕安神丸，每日天一黑，我这眼睛都快睁不开了。王后这2日睡得可真好。昨日王后刚睡下不久，小公子的奶娘就在王后的窗前打碎了1只碗，我们都怕会惊醒了王后，谁料王后竟毫不知觉。王后白日辛苦，晚上睡得香甜些也是应该。说起来，这只百宝匣还是王后出嫁时威后特意交代奴婢带上的，匣子里装的都是楚国珍藏的罕见神药，秦国这边的太医只怕见都没见过，
每一种药的用处也都在匣子里标得明明白白的。那姑姑就收好了，要用的时候问你要就是了。王后说错了，奴婢想的恰恰相反，是该把这匣子交给王后的时候了。那是为何呀？一来是这匣子里的东西过于贵重，王后保管更为合适；二来，奴婢也上了岁数，早些交代了，心里踏实。舒儿还要姑姑看着荡儿长大成人呢。姑姑这么一说，就是想偷懒。奴婢哪儿敢偷懒？匣子里装着的都是威后给奴婢的嘱托，奴婢活一日就不敢有一丝怠惰。好了好了，你若硬要给我，明日再说吧，我可要去睡了。我这贪睡劲儿啊，好像只有荡儿能跟我比了。姑姑，你看，八子，药给您煎好了。多谢姑姑。快喝。八子，我们回来了。今日永相真是忙得很，我们去领东西，竟等了快1个时辰。说是八子要生产了，大王叮嘱内府给了不少好东西呢，待会儿给八子看看。好，行了，看你们2个小丫头打扰的，八子的药都快凉了。月儿怎么了？我肚子疼。是孩子啊，姑姑。向儿慧呀，快去把艾姑姑找来。啊，夫人，夫人。人不见了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屋子里没有人，人不见了。姑姑，恐怕是要生了。月儿只怕是不好了，羊水都已经破了。慧儿，跟我去王后那儿找人。夫人。怎样了，夫人？王后，开门！开门！王后，开门！快开门！开门！慌什么？开门！姑姑，王后，快开门！开门呐！开门！王后，快开门！珍珠珊瑚。你们2个回去守着王后。是。你们几个随我来。是。开门。王后，开门！深更半夜的喊什么？王后跟小公子早就睡了，你们有几个脑袋在这儿吵闹？大妈姑姑，求您去通报王后，米八子腹痛不止，而且已经见红了，怕是要生了，求王后请太医去救命啊！救什么命啊？哪个女人生孩子不叫几声痛啊？就你们八子金贵？大妈姑姑有所不知，八子已经疼得说不出话来了，再晚会出事的。行了，你们回去吧，明早王后醒来，我自会禀报。赶出去。
关门。是。太猫姑姑，你不能走，八子性命在你手里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你吓唬谁呀？姑姑，女人生孩子，痛个2、3天是常事。我已经说了，明早王后醒来，我自会禀报王后，王后也会宣太医来。太猫姑姑，求你了，八子是王后的亲妹妹，她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们闹也没用。太医都在宫外，这深更半夜的，谁去给你们找太医呀？你们不是有王后指派的女医吗？找她去吧。你不说我还忘了，事情怎么就那么蹊跷？突然腹痛，要临产了，那个爱姑姑却莫名其妙的不见了。这里面有鬼，一定有鬼！什么有鬼没鬼的？你不要故意生事啊！我要见王后，有人要害我家八子！闹够了没有？王后，救命啊！王后，把他捆起来，塞上别动我！王后，三毛，我失手了，就是你要害我家八子。从他出生开始那天，闭嘴！快走！你老实点！快走！你算什么东西？关门！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言书，却生得一缕孤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你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入。尝尽悲欢离合，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。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，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星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负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夫人，你怎么样了？找着人了吗？你哭什么呀？魁姑姑呢？急死了！太保姑姑不肯通报王后传太医，还把魁姑姑给捆了。魁姑姑说太保姑姑是恶人，诚心要害死夫人。那有没有太医啊？没有太医了，没有人能救夫人。那怎么办？
夫人，你先吃吃。快去永祥，去永祥找女医治。女医治，夫人，夫人。 女医治，救命啊！米八子出事了！女医治，救命啊！女医治，救命啊！出事了，快！八子怎么样了？疼晕过去了，去看看。药香，你们在后宫各处留意查找，看那个爱姑姑到底藏哪儿去了。是。去。 腹痛不止，恐有生命之忧。照料他的女医也突然失踪，宫中恐怕是出事了。给寡人更衣。大王，快，寡人回宫去。是。夫人，夫人，夫人，你快醒醒啊！智姑姑在这儿呢。 我跟慧儿也在这儿呢，我们都等着你把孩子生下来。夫人，快醒醒，快醒醒啊！夫人，夫人醒了。八子，智姑姑，恐怕这次。 熬不过去了，净说胡话！你是少司命庇佑之人，少司命不会轻易放弃你，让你和孩子走的。夫人，夫人，快加快脚步！ 大王恕罪！啰嗦什么？人命关天，还不快进去！是，快！是。姑姑，大毛姑姑不好了！大毛姑姑不好了！大王回来了！ 刚刚有人看到大王带着人往米八子的住处去了，其他各宫的夫人也都赶来了，还有太医。嘿，小声点！大王怎么会知道消息的？谁给他通报的消息？谁还顾得了这些啊？大王回来了，再不叫醒王后，这可是谁都担待不起的大罪了。这事儿跟你们有何关系？跟王后。 更是没一点关联。我现在就去慢慢的叫醒王后，告诉她，米八子早产，大王回宫了。有什么事，你们全都推到我身上。像那芈月命再大，也逃不过今天这一劫去了。 哎呦，姑姑啊，这可真怨和大王呢！千万别怪罪我们！快姑姑，快姑姑！王后，大王，王后姗姗来迟，这一夜睡得可好？臣妾昨夜服了安神药。 竟不知宫中出了大事。王后服了何等安神药？满宫人都被叫醒，唯有王后昏睡不醒。禀告大王，
王后却是今日一早才知此事。今日公子当患病，王后照顾公子，一直不曾睡好，所以奴婢才给王后服了9息安神丸。奴婢揣度着，从阵痛到孩儿落地，总不至于立时3刻的，所以就没敢叫醒王后。是奴婢有罪，望大王不要责怪王后才是。芈月腹痛早产，指派给芈月的女医也失踪了。就算王后昏睡不醒，满宫人也都昏睡不醒吗？大王曾经说过，指派臣妾照顾芈八子。芈八子虽然没有住进长宁殿，但臣妾对芈八子仍有义务。臣妾失职，臣妾也难逃疏忽之咎，望大王恕罪。芈八子的侍女叫嚷的满宫都听见了，臣妾本有心过问，可是听说芈八子派给王后报信的姑姑被关押起来了，臣妾也就没敢再过问了。王后，啊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那魁姑出言不逊，吵闹纠缠，奴婢怕她惊醒了王后，所以就私自做主，暂时叫人绑了她。这么说，寡人的后宫不是由王后来执掌，倒是叫一个贱奴来执掌。大王，把这贱奴叫永巷先打20棍杖，待寡人理清了缘由，再做打算。大王，启禀大王，芈月怎样？芈八子情况只怕不好。芈八子属于热伤冲任，破血妄行，胎动不安，又因胎儿位置不正，对于即将临产的芈八子来说，凶多吉少。你说什么？凶多吉少？前几日，臣发现芈八子脉象有些异常，就专门用了续断、桑寄生、菟丝子、白术、黄芪等几味药，又对照顾芈月的艾姑姑打了招呼，让她细心照料，但是竟然毫无作用。待微臣问过艾姑姑，或许能略知一二。那艾姑早不知去向。你这个太医令是宫中的木头摆设。我跟你说，今日芈月没事也就罢了，若有差事，寡人便焚了你这个不中用的木头摆设。是，微臣已让女医治继续烧艾用针，不知是否能将胎位稍稍调整过来。把这个贱奴拖下去。大王，戴某姑姑年事已高，做了糊涂事，是臣妾疏于管教，求大王宽恕姑姑，责罚臣妾吧。王后此刻才来引咎自责，是否太晚了？昨夜芈月生不如死，却无人照应，如今却齐齐的挤在这里凑热闹。除王后外，其他人给寡人都滚回宫去。是大王。要想把孩子生下来，只能靠他自己了。八子，醒醒，再努把劲儿！想想你娘亲，想想郡主，他们都是为你而去的呀。你身上是几条人的性命，是为他们活着，千万别放手，千万别松手啊，月啊！坚持住啊，娘亲，用力啊！好，好，夫人。用力啊！八子，用力，用力呀！大王，大王，怎么样？孩子胎位不正，
臣用尽毕生所学，保一人性命还是可能的。请示大王，是保孩子，还是保母亲？当然要保。保母亲。自然是保母亲。是。你听见了吗？大王说要保住你，保住孩子的母亲。八子，不要管我，保孩子，保孩子。月儿，你使劲啊，坚持住啊！快拿些鹿茸和人参来，让八子含上。月儿，他就难受，就看他的命了。给那个水拿来，月儿，拿水去！快拿水！快点去拿水！月儿。用力呀！不行，不行，月儿，使劲啊！用力呀，月儿！坚持住，使劲啊！让李八子再撑一把力气，告诉女一志，他百会穴，快，一定要快！哎，大王，万万不可！你是金贵之躯，入产房将有血光之灾的。是的，母亲，寡人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哎呀，大王，来不及了！不能去啊！滚开！给我滚开！全都给我滚开！大王，滚开！大王，大义大会，你就是不顾着您自己，你也得顾着秦国的国运呐！大王。芈月，你这个小丫头，你不能死！你给我听着，你要给寡人活下去！寡人还要你去承明殿，为寡人整理书简。寡人还要你陪寡人看着大秦一统天下。你听到了没有？你听到了没有？你听到了没有？醒了，女儿醒了。八子，使劲儿！坚持！听我的，吸气！1、2，八子，使劲儿！生了一位公子，母子均安。赏女一志和太医令，重赏。谢大王。
每日八子服用的药汤，那药渣必定是要留下来的，这是太医院的规矩，以防万一有什么差池也好核对。可为什么找遍了整个院子都找不到呢？从草药到药渣，爱姑姑从不让我们插手。爱姑和我们也算是几十年的相识了，我真不敢相信她会害月儿。智姑姑，智姑姑，智姑姑，你快看，这是不是药渣？没错，在哪儿找到的？在柴房的柴堆下面。不好，我得马上去见太医令。女医治，此事你能确定？奴婢不敢有半句谎言。太医令开的安胎药确实被人动了手脚。经查证，那人不仅在安胎药的成分和用量上做了文章，还在里面添加了一味害人之物。是什么？在被找到的药渣里，发现了大量的水蛭。那东西是破血清瘀的良药，但怀有身孕的女子是万万碰不得的。胆大包天！因为那爱姑与奴婢一样，都是王后陪嫁带过来的女医，奴婢以为是可依赖之人，举荐她照顾八子，谁知她竟包藏祸心，奴婢有罪。臣用人视察，请大王责罚。好了，念你们二人昨日救护芈月和王儿有功，算你们功过相抵吧。谢大王开恩。寡人还有一事要问你们两人。王后那安神丸是怎么回事？王后用的安神丸是楚国南蛮之地的秘方，对此药，女医治应当更清楚些。这种秘药的确有迅速催眠、令人昏睡不醒的功效，但长期服用却是伤身的。想来王后本人可能并不知情。好了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你以为如何？大王不必问老奴，依老奴看，大王心中早已有数。戴瑁是王后心腹之人，那爱姑又是被戴瑁指使。寡人宁可相信王后并没有害人之心。王后若被蒙在鼓里，那安神丸定是戴瑁为了自己主子开脱的手段。大王说的甚是。可惜那爱姑还没有抓到。大王尽管放心，既然已经全城通缉，他跑不到哪儿去的。不管怎样，凶犯是王后的人，王后仍有失察之过。都2天2夜了，就这么昏睡不醒，可怎么是好啊？太医说了，夫人生产时太辛苦，力气已经用光了。小公子和夫人能活下来，全凭运气。可怜的月儿。夫人醒了，夫人醒了，月儿，月儿。孩子，快让奶娘把小公子抱来。月儿，你总算醒了，你都睡了2天2夜了，吓死我了。大王，大王每日都来，还有王后，其他嫔妃啊，也不时派人过来打探，还送来了礼物。樊长史还送来了一套小被褥给小公子，那针线好精巧。八子，你看。
是男孩。是啊，男孩。男孩好，男孩真好。男孩以后就不用做印了，可以自己征军功，领封地，自由自在的活着，不用像你娘亲和你外祖母一样。王后，听说爱姑姑被抓了，关进了永巷，还没用刑就什么都招了。她说这一切都是玳瑁姑姑谋划的，玳瑁姑姑要她下药害芈月和芈月肚子里的孩子，为此给了她许多财物，还许给她在楚国的家人很多好处。姑姑好糊涂。大王看了口供，雷霆震怒，说什么？大王说你说吧，我受得住。大王说玳瑁姑姑恶疾祸淫，所以要被枭首示众。你是说玳瑁姑姑要死了？她的头要被挂在宫墙上。是。我要去救姑姑，一切祸事因我而起，姑姑生死攸关，我要去救她。王后，可是大王已经下旨，眼下谁都救不了姑姑了。不，有一个人可以，只要他肯说话，一定可以救得了姑姑。八子，王后来了。姐姐，你们都出去，我与妹妹有话说。出去吧。是。姐姐，坐下说话。妹妹，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玳瑁姑姑以身试法，的确该罚该杀，但她自幼照料姐姐，与姐姐情同母女，姐姐不忍看她身首异处。只要妹妹求大王开恩，留玳瑁姑姑一条性命，妹妹要什么姐姐都答应你。姐姐起来说话。不，除非妹妹答应替玳瑁姑姑向大王求情。姐姐糊涂。姐姐待月儿恩重如山，妹妹从小受姐姐庇护恩惠，若有所求，月儿无不答应。但玳瑁不同，他为非作歹，刑罚不容，更何况他是百毒之源，他日日夜夜言辞蛊惑，离间你我姐妹情谊，他为鬼为欲，最终害人害己。姐姐救他是饮鸩止渴，玳瑁去了，那是姐姐的一大幸事。姐姐不该为他说情，我更不该留他。这不仅是为了我自己，更是为了姐姐的缘故。不用说那么多。总之，你是不肯
除恶务尽。芈月不能做违心之事，哪怕姐姐这样低三下四的求你，我求你了。姐姐是明理之人，戴瑁罪孽深重，天地不容。姐姐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姐姐，不要怪我。王后这边。这边，打开。就是这件。姑姑，珍珠、珊瑚，你们两个死丫头，怎可把王后带到这种地方来？姑姑恕罪，恕罪。姑姑不要怪罪他们，是我一定要来的。王后情之欲也，万万不该如此任性。戴瑁是有罪之人，已经连累了王后。从此，王后不要再跟戴瑁有任何瓜葛。姑姑快起来，姑姑怎能说出这样的话？姑姑是母后身边最亲近的人，母后将姑姑指派跟着我来到秦国，就是把母后的爱一并带过来。在秦宫，无论经受多少周折，哪一次姑姑不是为了我受苦？如今又身陷牢狱，姑姑看着你长大，你是姑姑的心头肉啊。王后只要告诉我，那个孽障到底被我除掉了没有？姑姑不要说了，姑姑落此地步，为的就是这一个念想。你快告诉我。还是没有。那孽障的孩子呢？至少那孩子被除掉了吧？姑姑，这点事情都办不好，如何对得起威后的嘱托？如何有颜面去见威后啊？姑姑糊涂。你若能放芈月一马，我们在宫里一时再忍一忍，总能与她相安无事，何苦要搭上自己的性命？王后打算息事宁人，可那芈月绝非是省油的灯。王后莫不是忘了，临来秦国前，威后给王后讲的预言，八星出世，当主天下大变。那个芈月是要抢你王后和我们荡儿的太子位分的，她就是要抢走本归属于你的所有东西。奴婢怎能袖手旁观，容她得逞啊？
可是我不能没有姑姑。王后自小宅心仁厚，姑姑给你做什么都值得的。但若不是王后心肠太软，一次次的阻止我下手，或许我们早就除去了那个心头大患。不怕王后怪罪，就是怕你从中作梗。姑姑这次才狠心给你服了安神丸。姑姑去了，去给威后请罪。以后护不得你跟当儿周全了，凡事都要靠自己。不，姑姑，王后不哭，姑姑没有妻人，上路前有王后为姑姑送行，姑姑走得踏实。你失血过度，那红枣精米是要天天喝的。补血养颜，薏仁米也是很好的。多谢姐姐们挂念。八子，大王来了。臣妾不能起身，望大王恕罪。坐着别动，身子得慢慢养，但脸色看着却比昨天好许多了。多谢大王体谅。这孩儿懂事，很少哭闹。今日他还对臣妾笑了呢。他知道来到这个世间有多不易，这孩子也是命大。大王，给孩儿赐个名字吧。就叫继儿吧，蜀冀同路，河马书脉，五谷丰登，乃令国家兴旺。继儿，继儿，臣妾喜欢这个名字。好，多谢大王。恭喜八子。大王起的名字确实很好。蜀冀同路，五谷丰登，听起来很平凡，实际上寓意很深啊。继者，社稷也，在朕在素，实为后继。当之名是为了纪念商王成汤，继之名是为了纪念周王始祖后继。大王起名字从来都是深思熟虑，看来大王对这两个儿子都寄予了厚望啊。果然知道，你让他们都下去，定是有话要说。芈月要求大王开恩。你是在为谁求情？芈月知道这次自己和继儿凶险异常，但请大王不要将此事迁怒于王后。凶犯是王后身边人，王后必须要有所担当。再说，这安神丸来得有点蹊跷。戴瑁是罪有应得，但此事连累了王后，芈月却要为姐姐抱不平。王后一向心慈手软，服用那安神丸也是戴瑁故意所为之。明明是受害之人，却要受大王的责罚，姐姐心里必定会觉得委屈得很。你一点儿都不觉得王后跟此事有关系？芈月知道姐姐的为人。好吧，既然你为王后开脱，寡人自然要给你这个面子。不是芈月面子大，
而是因为大王是明君，多谢大王。小丫头，你也学会了阿谀奉承了。姑姑的头还在城墙上挂着。是，大王此次也太过分了，为了一个芈月，连王后的面子也不给。大胆！这话也是你这身份的人说的。王后恕罪。大王这么做，不是为了我，也不是为了芈月，是为了整个后宫。大王是要以成世界，但姑姑却是为我死的。那城墙上挂着，也是我的头。王后，你们都起来吧。是。听说大王给芈月的孩儿起了个名字。是，给那孩子取名叫季。听大王说，蜀冀同路，荷麻疏脉，五谷丰登，乃令国家兴旺。是啊，五谷丰登是个好名字，好寓意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言书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泥水暖，渭水寒，换不回一人如故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心诉，痴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尽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在